这次呢，暑期夏令营为了要让孩子们在暑假的假期有一个充实又愉快的假期生活，所以我们举办了这3天的暑期夏令营，让孩子们呢在这其中可以玩得很尽兴，也可以在这当中呢更认识神，然后让孩子们可以就是借着耶稣的爱常常相遇在一起。在景美村教湾部落的教会里传出欢乐的唱声。教湾教会对于部落居民来说是生活重心，教会常举办节庆活动，让社区非常热闹。有的学校长为了让孩子们有一个充实的假期，举办了3天的品格夏令营，让孩子们玩乐之外，也可以从中学习。如果家长不放心孩子们学校课程内容，可以用